就懂 T P 的，我阿公阿婆记得是竹东客家人嘛，竹东係咩？天窗呢個山歌，動有名，底下係邊度有比賽，喺頭擺呢行人是講。又走冇走了到天春歌，係家是為喊你世界是為長山歌，為愛獻呢，真心愛細世界看到是安樣。我還記得唔知係太白宮也係鳳女嘅阿白宮啊，也係叔公，佢會坐啲太樹下白宮廟平前，佢會愛獻嘅，會唱歌。佢阿公就一定會彈白音，阿婆就會唱山歌。哇！真嘅就會，這是真的你的生活呢，吼，成塊就會按呢呢。哦，應該萬世冇彈過山歌。你南部冇彈過山歌，冇彈過。然後每次都台北嚟，看到人講係啊，都會乜嘅無言下愛獻的呀，唱山歌。我講又唔係嘅成塊，唔過唔嘅成塊係按嚟嘅。誒，唔過啲南部係咪有半山野話？我細細冇彈過。有客家歌冇？冇彈過，完全冇，乜山歌都冇，完全冇。我彈到嘅歌嘅路係流行歌嘅嘢，家下嘅流行歌，鳳飛飛啊，石秋梅啊，所以細細冇彈過任何嘅客歌，冇，完全冇。所以我每次聽到那個比如講過年咧，嘅曲嘅曲盤變到佢太上打白音，佢完全係我無法補上嘅。嗰時候你的過年冇標白音，冇，我完全冇彈過。所以我們真的是跟省份差距很大的。南北部嘅客家說係呢種差異太。係啊，唔看阿公阿婆又過好彈歌誒，又過會唱歌誒，所以你們的歌喉很好，也是一脈相傳啊呢。可能係傳統愛鋪吧。愛婆愛爸歌聲都當好，我唔是彈過愛公唱歌，所以我只有聽他哼歌，我哋講愛唱，應該沒當好。